坐式八段錦，預備式。雙手抱於胸前，輕閉雙眼，放鬆，調節呼吸。雙手托天理三焦，雙手提起至頭頂，反掌上托至伸直雙臂，呼氣按掌下落，雙掌上托時吸氣，按掌下落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左右開弓，似射雕。兩手交叉於胸前，左手劍指，右手握拳，兩臂展開，向左拉弓，放鬆兩掌打開。手臂交叉，兩掌於胸前，右劍指，左握拳，向右拉弓，左右拉弓，各做4次。兩手抱拳時吸氣，左右拉弓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調理脾胃須單舉，雙手托於胸前，一手反掌向天，一手掌岸向地。
兩臂盡量伸展，左右交換，各做4組。放鬆換掌時吸氣，兩掌伸直時呼氣。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。5勞7傷向後朝，打開兩臂，頭向左望，放鬆抱圓於胸前，再打開兩臂，頭向右望，打開雙臂時，胸襟盡量展開，左右各做4組。打開雙臂時吸氣，放鬆抱圓時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搖頭擺尾，去心火。兩腳打開，稍寬於肩，兩手放於大腿上，身體由左向下拉轉向右邊，慢慢起來，仰頭坐正。轉另一邊，身體由右向下，俯身轉向左邊，慢慢起來，仰頭坐正。重複左右動作，各做4次。呼氣落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。兩手攀足，固神腰，兩掌向上托天，翻掌下按，
至心口位置，穿到背後，捲腰腎，腿到腳跟、腳趾。兩臂上提，用腰肌嘅力量帶動身體起來，重複動作8次。攢拳擄目真氣力，張開兩腿，稍闊於肩，雙手在腰間抱拳，衝左拳至身體正前方，立手收拳回腰間，再衝右拳，立手收拳。衝拳時呼氣，立手時吸氣。重複左右衝拳動作4組。背後七顛百病消，雙手放於大腿上，墊起腳尖數秒，再放下腳跟。墊起腳時吸氣，放下腳跟時呼氣。收功，兩手抱圓於腹前，放鬆全身，調節呼吸。祝大家身體健康。